这一波防守对于梦想家来说相当关键。地板传球，张宗宪 for the win！ 漂亮的 fadeaway jumper！ 哇哦！最后2秒钟有机会扳平比数，马上的还以颜色，101比101！哇！马上就被 Hicks 的快攻给抵消了。其实你看这球，其实德威就守得很好。直接大转身有。这段时间呢，必须要想办法在上半场结束以前，至少拉近差距。Hicks 再打进来，高打板，倒地，但是球从 Hicks 的肢体动作，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在上半场，这个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。当然，因为其实他在连续几场比赛哦，这个虽然说他算是比较身材比较高大的一个后卫球员，而且他在防守上面也可以做到很多这个让对手很麻烦的事情。大麻烦的是这个 Singletary。加罚1球。时间还有12秒啊，对于梦想家来说啊，绰绰有余。成功发进场内了，阿敏在高位，3分线外，无敌的跳投3分球，追平了3分弹。那敬敏帮助梦想家把这个战线给延长下去哦。是，而且现在其实大约差不多快6秒的时间，对于梦想家来说，他还有一次利用犯规把时间冻结的机会哦。目前团队犯规是3点，是的是2分还是3分呢？哦，应该是3分没有问题啊。哇，阿敏的脚有15号这么大，算是跟他的这一波防守对于梦想家来说相当关键。地板传球，张宗宪 for the win！ 漂亮的 fadeaway jumper！ 哇哦！最后2秒钟有机会扳平比数，马上的还以颜色，101比101！哇！马上就被 Hicks 的快攻给抵消了。是，再来看一次。哇，张宗宪投的真是太漂亮，进了之后，感觉塞瑟夫有跑去还要扶这个张宗宪呢。那整个梦想家的这个反应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哦。我都已经喊 for the win 了，结果马上被凹回来啊！是，你看这球进了之后，塞瑟夫还要去拉，结果哇，整个梦想家来的速度太快了。